你们谁能认识神医救我姐的吗？求你们了，救救我姐吧！怎么，病人是你姐？你也是大夏首富千金吗？是的，我爸就是大夏首富沈万江。只要你们谁能救我姐，什么条件都行。那你陪我睡，我就去救你姐，好不好？来，先让哥哥尝尝甜头。找死！这是怎么回事啊？等等，怎么了？我不白受人恩惠，你可以对我说一个梦想，我帮你完成。什么？你帮我完成梦想？什么？你帮我完成梦想？是的。你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自己的生存都困难，你能帮我完成什么梦想？什么梦想都可以。好好找份工作干吧，别靠吹牛活着了。这世界确实已经缺少信任，但有时候信任才是唯一的救赎。你说什么？我说，你不相信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希望了。是吗？那好，我就看看你到底有什么能耐。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我姐生病了，我希望她能好起来，你能吗？我可以帮人实现任何梦想，包括让你戴上王冠，成为这世界最耀眼的女人。不需要，我只要我姐好起来。行，你带我去吧。你是当真？当然。我跟你说，我姐重病，我爸脾气很大，你如果是吹牛，或者有什么坏心眼，你会没命的。赶紧走吧，晚了恐怕你姐没命了。哎，一仙前辈，怎么样？找到病因了吗？看他这一筹莫展的样子就知道一无所知。看来，世界医学又面临新的难题了。看来，世界医学又面临新的难题了。怎么会这样？这到底是什么病？竟然连医王、医神、医仙、医界三大顶级高手都束手无策。我的女儿，你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生得如此美艳惊人，当世第一美女，竟然患此绝症。你们还有什么办法能救我女儿啊？我求求你们了，只要能救我女儿，我愿倾家荡产，在所不惜。若我们医王、医神和医仙三人都不能救，那天下就只有一个人能了。是吗？谁？还有谁能救我女儿？医圣，医圣，那位只有传说却从无人见过，喜怒无常，有绝命独医之称的医圣。传闻医道出神入化，左手定死，右手长生，喜怒无常，超凡入圣，只有他了。可听闻他只是传说，从无人见过，更不知真假，哪里去找他？那就是你的事了。行，就算掘地3尺，把天捅破，我也要找到他。管家，老爷，立刻给我发出四海令，不惜一切，全球寻找医圣下落。不用找，让我来吧。不用找，让我来吧。你谁呀？爸，他说他能治好姐。什么？他能治好冰凌？他说能。荒唐！他说什么你都信吗？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要这么天真？就是一个乞丐都懂治病了，那还要我们这些苦修医术的人干什么？这看起来是乞丐，其实是个骗子。5000年前，就有古人发明了人不可貌相、有眼无珠的文字警示后人，没想后人还是如此的有眼无珠，真是人类文明的可悲。行了，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我沈家可是堂堂大夏首富之家，你敢到我这里行骗，信不信我让你连乞讨的机会都不再有？一看就是个穷光棍儿，
想娶大小姐呢。我总算见着什么叫真正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够了，来人，给我把他轰出去！都别动！管家，你干什么？小姐已昏迷几天，天下名医都束手无策。既然这乞丐说行，我觉得可以让他试试。如果他真是骗子，再处置他也不迟。我可以给你个机会，但你若没本事，可得知道后果。世人请我治病，皆是恳求，我不过是欠这位小妹妹一个人情。你既如此态度，哼，这人不救也罢。小妹妹，有其他的梦想再找我吧。喂，小哥哥，别走！还有事吗？姐姐对我很好，如果她出事，我也不想活了。求你救救我姐吧！只要你能救我姐，我愿意嫁给你。行，看你的面子上，我就帮帮你吧。唉，真是世风日下，乞丐都出来治绝症了。骗子我见过，这么煞有介事的骗子我还是第一次见。都沦落为乞丐了，可想而知骗术有多低级。还真是装模作样。你，喂，你干什么？果然是个流氓，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亵渎大小姐！保镖，来，给我打断他的双腿，丢出去！他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和休克性渐冻症发作。等等，你说什么？我说，他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和休克性渐冻症发作。胡说八道！你就那么看看，就知道他得什么病了？我看你就是在招摇撞骗。就是，老夫活了一甲子，听说过渐冻症，还从没有听说过休克性渐冻症，简直就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但是，冰凌确实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冰凌的确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多猜几种病，总能猜对一种，又不是什么本事。呼吸疲弱，心脏必有问题，我早看出来了，但这根本不是病因。是的，目前的医学病症上都还没有休克性渐冻病这个名词，他这就是胡诌。妈，长安，你跟丽丽分手了吗？没啊，怎么了？你们没分手，那他怎么要跟别人结婚了？他跟别人结婚，跟谁啊？就是你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哥们儿陈帅。什么？他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啊？后天，8月18号。知道了。医学史上确实没有休克性渐冻症的说法，那是因为还从没有一个渐冻症病例发生在先天性心脏病人身上。这种巧合只有1亿分之一，比中彩票的概率还要低10000倍。说的煞有介事，你倒是把大小姐救醒啊！就是，别打嘴炮。你要是能把人救活，我肝脑涂地跪你！赶紧，只要你能救活小女，我便兑现承诺，招你为婿，将冰凌嫁你。小哥哥，你能救吗？放心吧，还没有我治不了的病，没我救不了的人。立刻找一间浴室，在浴缸里放满45度的温水。在浴缸里放满45度的温水。在浴缸里放45度的温水，做什么？你别管做什么，照做就行了。还用说吗？你看他一身脏兮兮的，肯定是想洗个澡呗。你再多说一句话，就会全身抽搐，口吐白沫。笑话，我会抽搐。这是怎么回事？是中毒！好你个臭乞丐，竟然敢对医王下毒！你看我手上哪里有毒吗？谅他一个乞丐，也不懂下毒。我看是医王早有中毒，刚好发作。我来帮他解吧。七星连星，一仙前辈竟然已练成针灸的七星连珠境界，恐怖如斯。
我若要救人，阎王不吭声，七星归位，百毒消除。怎么回事？这就是你要救人，阎王不吭声的绝世医术？你有本事你救啊！不杀善良之人，不救无德之辈。让你在浴缸中准备温水的，还不赶紧？管家，赶紧去准备啊！是。今天就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放心，你见一次就能终生难忘。切，吹，继续吹。沈家主，此人包藏祸心，你可得小心提防，别被他算计了。沈某好才皇，名满天下，敢算计我，我会让他死10000次。小姐，浴室温水已备好。小哥哥，现在怎么弄？小子，你干什么？不想你女儿死，就别干涉我，否则神仙都救不了她。行，我就信你一次。怎么，就你们2个在里面吗？如果你不介意有人看见你女儿走光，你就让他们都进来。我可警告你，你别乱来！沈才皇，你不能信那乞丐的，他肯定是对大小姐有图谋，会害了大小姐的。就是他一个乞丐，反正烂命一条。像大小姐那种绝世美人，他占完便宜死都值了。可被人笑话的是沈才皇你和沈家呀。想当然，我和一王一仙都治不了的病，他一个乞丐何德何能？明摆的骗局啊！爸，你干什么？我们没有选择了，再耽误下去姐必死无疑，只能相信他了。你到底是哪里找到的这个人？在路边。荒唐！你在路边随便找个人回来就能治病救人，气死我了！我今天非要他好看。气死我了！我今天非要他好看。你个恶棍，找死！来人，给我诛杀恶贼！五行、奇门、铜墙铁壁。真是废物，连个门都撞不开！让开，让我来！看见了吧，沈才皇，这乞丐不但是个骗子，还会邪术，这下沈家真是身败名裂了。岂有此理！赶紧给我调4大天王过来！今日不诛杀此贼，我枉称才皇！立刻传4大天王。是。
四大天王到！拜见神才皇，天王来得正好。屋里有恶贼侵犯小女，不知用什么邪法封门，我等打不开，还请天王出手捉拿恶贼。沈才皇放心，江湖宵小而已，我必手到擒来。岂有此理！我之所往，谁能阻我？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在给你治病。胡说八道！你在浴缸里给我治病，你分明就是在对我耍流氓！我打死你！你才大病初愈，不要激动，否则……别说了，来人，打流氓！我话还没说完呢。大病初愈，若是激动会头晕。你们听，我刚才好像听见兵灵在里面呼救了，赶紧把门破开！让我来。这门邪门，我们四大天王联手上吧。是。太邪门了！这屋里肯定有妖孽，有妖孽！太邪门了！这屋里肯定有妖孽，有妖孽！岂有此理！我沈万江号才皇，财富达三江，人脉居四海，今日竟被一乞丐欺至门上，束手无策。若是传出去，我还有何脸面？管家，老爷，立刻给我巨额悬赏，请天下高人替我诛杀此贼。此时悬赏恐来不及。不如报治安所，让治安出面抓捕，或更妥当。对，报治安所吧。治安所乃正义之师，此种罪恶之徒理应由治安所出面抓捕。对的，治安所之后有战部，任罪犯再强，也绝非战部之敌。我倒忘了，战部有枪炮，任这家伙力量强横，难不成他还能抵得住枪炮之威？立刻致电治安所，助我沈家力擒恶贼。是。我早就跟沈才皇你说了，这个乞丐面相邪恶，心术不正。沈才皇你不信，都怪你，居然相信一个路边的乞丐，还带回家来。我也不知道啊，我看着他挺老实的，不像是坏人。大小姐，你真是天真，用脚趾头都想得到，一个路边的乞丐哪能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王、医神，还有医仙我，已经是当世医界的巅峰。我们都束手无策的病症，一个乞丐怎能治好？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呀！老爷，已报治安所，治安所已加急赶来。行，调动我沈家的所有保镖，将四周看好，绝不可让此贼逃掉。是。敢犯我沈家，今日若不将你碎尸万段，我沈万江誓不为人。爸，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什么不对了？你们刚才是不是都听见姐的叫声了？废话，没有听见冰凌的叫声，我会这么着急吗？可问题是，姐一直昏迷不醒，没有知觉的啊，她怎么会突然叫唤呢？是不是其实那个乞丐小哥哥已经把她治好了？也对啊，冰凌一直昏迷不醒，怎么会突然叫唤呢？难道那乞丐真把冰凌救醒了？
错，大错特错！沈才皇切不可一错再错。医神大人，此话怎讲？在我们医学界有一种极端手法，称为极限苏醒。哪怕是昏迷不醒的病人，只要我们用极限的残酷手段，也能刺激病人的神经反应，令其苏醒。但这种苏醒的时间很短暂，而且很痛苦，引致止渴一般。所以我猜是那个乞丐对大小姐用了这种可耻的极限手法。对，刚才听到大小姐的叫唤就不大正常，说不定就是受了那乞丐的侵犯而突然回光返照的苏醒。就是，若真是那乞丐救醒大小姐发出的叫声，那他们怎么没有出来呢？显然是在图谋不轨。别说了，赶紧给我再砸一次门！我要手刃那乞丐！赶紧，都一起动手！一定要拼尽全力，不惜一切！来了，老爷，治安官来了，赶紧接着。恶贼在哪儿？赵队长，这里。赵队长，你可来了，你可一定要帮我拿下恶贼呀，不然我沈家颜面无存了。沈才皇放心，维护一方安宁是我辈职责，赶到沈家作案，我必将其拿下正法。恶贼在哪儿？沈才皇带我去吧。这边。恶贼就挟持着小女在里面，不知他用了什么妖术。这门似铜墙铁壁，固若金康，怎么都破不开。破不开，让我来。拔枪，瞄准，射击。这怎么回事？定是这恶贼会妖术，我们已经数次破门，都无济于事，这才不得已请赵队长出面了。不用说，这恶贼肯定会妖术，只是拍了医王兄弟一下，现在还口吐白沫，只剩半条命了。什么？拍了一下就口吐白沫，只剩半条命？看嘛，在那儿。这是中了毒吧？我开始也以为是中毒，但我和医仙前辈都看了，完全看不出是什么毒。是的，以医神和老夫的水平都看不出是什么毒的话，那这肯定就不是毒，是妖术。若恶贼真会妖术，只怕我们也不一定行，得上报异能局，调用超级力量才行了。事不宜迟，还请赵队长立刻联系异能局，调超级力量支援吧。行，我立马打电话给异能局。对，报异能局，捉拿恶贼。不用报了，我出来了。出来了，这个恶棍出来了，给我拿下！且慢，你个丧心病狂之徒，还有什么话说？败坏我医界良知，抓住他，将他千刀万剐！我将尔等救不了的病人治好，你说我败坏医界良知？什么？你说你将大小姐治好了？死到临头还想忽悠呢？我是不是忽悠？你们自己把脉看吧。他的先天性心脏病和休克性渐冻症已经治好，大约1个时辰后就会醒来。你们可以自己看。哼，装模作样，看我拆穿你！脉象平稳正常，大小姐的病症真的治愈了。你说什么？真的治愈了？医神大人，是真的吗？我姐真的好了吗？不可能，不可能！老夫号称医仙，我都束手无策的病症，
他一个乞丐岂能治好？一定是医神你的水平不够，产生了错觉。还是让老夫来吧。是，您来试试吧。真的好了？怎么可能？真的好了？真的好了？怎么可能？真的好了？医仙大人，是真的吗？我姐真的好了吗？是的，脉象平稳，心率正常。你看她的面色也已恢复正常红润。真的，姐的气色真的恢复红润，不像之前那么苍白了。爸，姐真的被治好了。呼吸均匀，体征正常，病灵真的被治好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放眼大夏，医术比医王、我和医仙前辈更高明的，就只有那位传说中神秘莫测的医圣了。难道你是医圣大人？不可能！传说医圣大人行医数十年，救死扶伤，登峰造极，至今已是100岁老人。他年不过20，怎么可能是医圣大人？若不是医圣大人，那便是医圣传人了。难道世上真有可使人起死回生的医圣？我是谁不重要，你们也不要猜测了。我也把你姐救活，算是完成了你的梦想。我走了，你们都好自为之吧。小哥哥，等等！我说过，若是你能治好我姐，我愿意嫁给你的。你真愿意嫁给我？当然，我说话算话的。救了我姐，便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提。是的，我悬赏救女已经说好，若是能救得小女，便可娶她，甚至继承沈家家业。我沈家做事从来诚信第一，说话算话。但我只是一个乞丐，并没什么本事。救你女儿，其实只是凭了些运气。凭了些运气，什么意思？一位高人给过我一个能治休克性渐冻病的偏方，所以恰好将他救了。其实不是什么本事。就这。那也没关系，即使你救了小女的命，无论是怎么救的，我都该履行自己的承诺。这是我沈家为人做事的规矩。是的，小哥哥，你看，你是喜欢我姐就娶我姐，喜欢我就娶我，都可以。总之，你救了我姐，便是我们欠下你的大恩。你们有这种格局，我很欣慰。但身为一名医者，当以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为己任，而非追名逐利。名利只会蒙蔽人的双眼和良知。我走了。小哥哥，还有事吗？我觉得你真的很好，你再考虑考虑吧。多少人梦寐以求娶我和我姐入住我们沈家呢？是的，多少人都这么想，但我不是多少人里面的人。而且，我救你姐，是因为你向我的碗里丢了零钱，钱不多，但是一份善良，值一份回报。大家扯平了。好了，你们好好照顾她吧，我先走了。高风亮节，高风亮节啊！我还以为有绝世的医术，想膜拜一下的，没想只是得一人给了偏方，走了狗屎运。他虽走了狗屎运，可终究还是没脑子，没接住这泼天的富贵。你们这两个欺世盗名之辈，给我滚！喂，沈才皇，你别这样，我们还可以治其他病啊！赶紧滚！再不滚，给我放狗咬人！赶紧滚啊！沈才皇，那没什么事了吧？没事儿，没事了，劳烦赵队长了。行，没事儿，我们就先走了。才皇大人，那我们也先走了。对呀，怎么了，爸？那个乞丐绝非一般人。此话怎讲？你想啊，他说自己是得一人偏方，恰好救了冰灵。可那浴室的门固若金汤，子弹都不能破，也是运气好吗？显然是他有深不可测之能。是，若他真是大能，为何要在路边乞讨呢？若他真是乞丐，对你和你姐，还有我沈家的万亿家产，为何却无动于衷？
也对哦，那他到底是谁？姐，冰凌，你醒了？爸，小妹，我这是怎么了？前些时间你突然晕倒不醒，把悬赏天下名医都束手无策，把我们都急死了。什么？我得了病，悬赏天下名医都束手无策？是的，我在全球都贴了悬赏公告，谁能救你，我便将你许配给他，还赠沈家1半家产。连医王、医神和医仙都来了，但都不行。那是谁救醒的我？是雪娇从路边带回来的一个乞丐，我们都觉得是骗子，没想他还真把你救醒了，还真是神奇。乞丐？难道就是跟我在浴缸中的那人？是的，姐，你还记得吗？我当时有醒来，发现一个陌生男人挨着我，我以为是流氓呢，没想是我误会他了。他人呢？我要嫁给他。他说不求回报，已经走了。那怎么行？他是第一个碰我身子的男人，还是救了我命的男人。这辈子我沈冰凌非他不嫁。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我感觉他是个看破红尘和世间名利的男人，越是超凡脱俗的男人，我越是志在必得。把他的资料给我，我去找他。管家在，立刻去查他的资料给小姐。是。这么多年无一男人入我之眼，我以为自己就这样单身一辈子了，没想姻缘早有天定。姐，你就勇敢去追吧，我觉得小哥哥人真的很好。只待他的消息传来，我携随整个沈家的财富亲自去找他。谢阿姨。丽丽，强子，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和长安的缘分和感情都已经走到头了。您看，把这退婚书的字签一下。退婚？丽丽这是要干嘛？你说干嘛？我姐刚才说的还不够明白吗？她要跟李长安解除婚约啊！没文化听话还是会听的吧？强子，丽丽，这可是以前你们家里没钱上学，长安他爸帮你们缴学费订的婚约，不能这样说算就算啊！交学费是吧？这卡里有10万，够我和我姐的学费了，拿去买药吃吧。哎，强子，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信用，得讲信用啊！少扯什么信用了，你想多要钱没门儿！实话说了吧，我已经谈了个新的男朋友，我劝你最好拿了钱解除婚约，大家开心，要不然我可给你儿子戴一顶大大的帽子。丽丽，你怎么能这样呢？长安对你那么好，还记得读书的时候别人欺负你，长安冲上去跟别人拼命，被5、6个人打。他现在外面打拼，也是为了和你有更好的生活，你这样对他得要良心啊！良心？良心就是让我跟着他吃苦被人笑话吗？你说什么？跟着我吃苦被人笑话？长安，你回来了，正好啊，你回来了，这退婚书你就亲自签了。你让我签我就签，你算个什么东西？李长安，你干什么？你敢欺负我姐，信不信我揍你？揍我？你试试看，手来手断，脚来脚断，脑壳来了稀巴烂，你试试。我今天还……算了，强子，不要闹事。姐，别惯着他，家徒四壁还想娶娇妻，不揍他搞不清自己身份。李长安，赶紧签了吧，大家好聚好散，别给自己找难堪。你说什么？我找难堪？难道不是吗？你跟我已不配，却还想赖着我，不是给自己找难堪是什么？我跟你不配，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不知我的实力地位，令你这辈子都自惭形秽。够了，不要吹这种恶心的牛了。接受自己的无能，就这么难吗？行，我接受自己的无能。那你倒是告诉我哪一点无能了？你和陈帅从小一起长大，他家比你家穷，但人家通过自己的创业，已经成为公司总裁，身价数亿，准备上市。再看看你自己，一无所有，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吗？你是怎么做到活着没有尊严的？原来你是看上了陈帅。实话说，是又怎么了？还不瞒你，我们婚期都定好了，来和你走一个解除婚约的流程，那是对你最后的尊重。但你答不答应，都已经无法阻止我们在一起。真是荒谬，
区区一个陈帅，也值得你拿来向我炫耀。你大概不知道，他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没有我拿他当哥们儿，他连个屁都不是。没想才把他扶起来，他就敢背叛我，挖我墙角。你说什么？陈帅是你扶起来的？你是疯了吗？岂止是疯了，简直就是神经病！陈帅是身家数亿的老板，你一个打工仔，你拿什么扶他？拿不要脸吗？不需要你信，但我会用事实砸在你们脸上，把你们的脸打。行了，别在这里吹牛找存在感了，你就说个条件吧，要怎样才能解除我们的婚约？你和陈帅各录一个视频，说自己贱，我就成全你们。什么？你要我们录视频说自己贱？你是真疯了吗？我们是什么身份？功成名就人上人，能比你一个乞丐还贱吗？就是，你一个乞丐，也有资格说我们贱？什么？你们说我是乞丐？李长安，别以为你穿身西装回来就可以装有钱人，你在外面当乞丐的事儿我都知道。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什么？自己看吧。长安，你真在外面乞讨啊？没有的，妈，我只是在体验生活。继续装，证据确凿都还死不承认，你的脸皮怎么就那么厚呢？你大概不知道，我若想要，可9天揽月入海骑龙。你这种女人，跟我提鞋都不配。行了，别吹了，把退婚书的字签了，我算你还有点骨气。退婚书我会签，但不是现在。你想什么时候签？听说你和陈帅已经定下后日的婚期是吧？你知道了，既然你知道了，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又怎样？那就你们婚礼的时候我来签吧，算是送你们一份厚礼。在我们婚礼的时候来签，你想干什么？我说了，我成全你们，来送你们一份大礼。我警告你，你别想来闹事儿，对你没好处。他敢闹事，我让他血溅当场。自己滚，不送。走着瞧。哎呀，长安啊，你怎么答应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啊？那个陈帅现在很有钱，你去那里闹事会吃亏的。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哎呀，长安，你可千万别去惹事儿啊！媳妇儿没了，日子也还能过，万一你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让妈怎么办啊？妈，儿子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我有2个身份，一个是龙王，一个是医生。妈，儿子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我有2个身份，一个是龙王，一个是医生。什么龙王、医生，干什么的？龙王是世界首富，当今世界最有钱的人，拥有300多家公司，年入万亿，其中1000亿做慈善，1000亿搞科研，1000亿资助教育，还有1000亿帮助有梦想的普通人实现梦想。而医生更加传奇，世上没人知道他的真面目。哎呀，行了，儿子，妈知道郭丽背叛你，让你受了刺激，但还是不要吹这种牛，越是卑微，把牛吹越大，越会被人笑话。没事，等我把郭丽和陈帅的事解决好，妈你就知道你儿子到底是不是吹牛了。什么？李长安回来了，还要到我的婚礼上闹事？是的，我已经耐着性子跟他谈赔偿了，可他完全不识抬举。肯定是知道姐夫你有钱了，想借机敲诈。哼，他敲诈我，那他就准备好英年早逝吧。他信誓旦旦说了，我们的婚礼他会来祝福，但肯定是来闹事。我陈帅如今是什么身份地位？岂会有他那种乞丐一样的发小？他敢来我婚礼，就是他自取其辱，自寻死路。我陈帅如今是什么身份地位？岂会有他那种乞丐一样的发小？他敢来我婚礼，就是他自取其辱，自寻死路。我用唾沫淹死他。我亲自出手，打断他的狗腿丢出去。哈哈，别说，我还挺期望他来呢。为什么啊，亲爱的？都是发小，我开公司当老板，身价不菲，他却是一个端着破碗的乞丐，这一对比，不更显得我优秀，能力出众吗？是哦，那这样的话，我倒是有个很刺激的想法。哦，什么想法？我这里不是有人拍给我的李长安带着破碗拄着打狗棍乞讨的照片和视频吗？到时候他来了，咱们就把这视频和照片在大屏上播放，让大家都来看他丑陋的嘴脸，自己无能，还想对我死缠烂打，还想对你敲诈，一下子就能让他成为全城的笑话。我再来个现场直播，把他的丑态推向全国。绝了！当众羞辱不够，还大屏羞辱，直播羞辱。好，就这么办。要毁他，就把他毁彻底。李长安，
你就别怪我这个好兄妹、好发小了，是你自己不识趣，不要怪我狠。咱们婚礼见吧。各位领导，各位贵宾，各位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郎陈帅，感谢大家的到来。众所周知，今天是我的婚礼，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更大的喜事要向大家公布，那就是众所周知，今天是我的婚礼。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更大的喜事要向大家公布，那就是全球最神秘的龙王集团将会在今日与我们公司签订神秘合约，祝我们公司敲钟上市。什么？龙王集团？那可是全球第一财团啊！龙王集团的神秘合约，那可是1年只有1次的黄金机会啊！据说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得到这个机会，都能敲钟上市，成为一方诸侯。陈少这是真的发达了？那是当然，单凭被龙王集团看上，就是泼天的富贵了。好了，陈少给我们公布了这么大一个喜讯，那接下来是不是该为大家请出今天美丽的新娘子，先完成这一大喜事呢？请新娘子，请新娘子。行，那就请出我最美丽的新娘子吧。哇，新娘子真是漂亮啊，花容月貌，步步生莲，真是和陈少郎才女貌。来，新娘子有什么话想对新郎说的吗？我觉得这辈子能嫁给陈少这么优秀的男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我一定会好好爱他，和他3生3世白头偕老。说得好，没想新娘子不但美貌，还这么贤惠，果然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来，就不耽误新人的及时良称了，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先拜堂吧。来，并肩站好，一拜天地。贱人与狗，拜什么堂？不认识，但感觉来者不善啊！看这阵势，不会是来抓奸的吧？贱人与狗，拜什么堂？这谁啊？想干什么？不认识，但感觉来者不善啊！看这阵势，不会是来抓奸的吧？这个好戏看啊！李长安好像没给你请柬吧？你来干什么？蹭饭吗？说蹭饭都是抬举他了，乞丐只能是乞讨。陈帅，我当你是发小好哥们儿，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得了吧，李长安，你出门的时候有照过镜子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做发小好哥们？你觉得跟我套这种交情，我会把你当回事吗？什么？你说我跟你套交情？难道不是吗？我堂堂公司老板，获得龙王集团神秘订单，身价不可限量。你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乞丐，未来的五保户，连我的婚礼都是不请自来。你不是想来和我套交情是什么？你们大伙说，这种人没有请柬，自己跑来，那还要脸吗？不要脸！听见了吗？都在说你死不要脸啊，还要脸吗？急什么？好戏才刚刚开始呢，那我们就慢慢掰扯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和新娘郭丽的婚书。这是我和新娘郭丽的婚书。还真是来抓奸的，这下有好戏看了。不知道这是谁，竟然敢拆陈老板的台，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一个还有婚约的女人和另一个男人结婚，这要脸吗？李长安，到底谁不要脸？我已经找你解除婚约了，你自己生活穷苦，想赖着我养你，死活不愿意解除婚约，你还有脸说我不要脸？就是，李长安也不照镜子照照自己，你哪点配得上丽丽？癞蛤蟆吃不到天鹅肉，就只想赖着是吧？陈帅，哼，我要是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小人，就让你沦落工地做小工，被人践踏。哼，不把你扶起来。你说什么？你把我扶起来？
你自己在外面都沦落成乞丐了，还说服我？你有什么资格服我？他以为穿一身西装就可以冒充有钱人呢，那就成全他，让他露个大脸吧。对，我还忘记这茬了。他既然都赶着来了，今天这个脸必须得让他露。郭强，哎，在。立刻把他在外面当乞丐的视频播放在大屏上，让今天在场的亲朋好友都看看，一个男人是怎么无耻的找一个女人碰瓷儿的。是，姐夫。经理，赶紧把视频播放出来。经理，赶紧把视频播放出来。还真是个乞丐啊！你还别小瞧乞丐，很多职业乞丐年入百万，住别墅呢。那也是乞丐，我也看不起。你们都看见了吧？一个男人连自食其力的本事都没有，靠着乞讨还想娶我，这样的男人你们会嫁吗？不会嫁，打死不嫁！真的，李长安，我都为有你这样的发小感到羞耻。幸好我跟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而且还把丽丽拯救了出来。要不然，丽丽跟你的话，不知道会过什么样的苦日子。自己滚吧，臭乞丐！再不滚，别怪我削你。什么？你削我？你削了试试？试试就试试，我还怕你不成？弟弟，你没事吧？姐，他敢打我，赶紧帮我喊人揍他。放心吧，你姐夫在这里，肯定帮你报仇。老公，你看见了，这乞丐不但闹我们的婚礼，还打我弟弟。今天要是不打他个断手断脚，你的面子都没了。放心吧，饶不过他的。李长安，我现在给你个机会，自己跪下道歉，我还可以给你条活路，否则 ICU 都救不了你。这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陈帅，我金钱身份地位都有了，不求其他，只想珍惜过去的那些朋友和友情。我不想曾经那些跟在我身边的人不幸。你若是现在还能迷途知返，我给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否则你现在的所有都将失去。你会重新回到工地，顶着烈日睡在出租屋，被人唾弃。真是疯了！你一个众所周知的乞丐，也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心狠了。保镖，保镖！陈少，立刻给我打断他手脚，丢垃圾堆去！是。立刻给我打断他手脚，丢垃圾堆去！是。赶紧打死他！动手！谁敢动他试试？他来干什么？你们谁敢动他一根头发，就后果自负。不是你谁呀？我是沈雪娇，怎么了？沈雪娇什么玩意儿？搞不好也是他丐帮的同伙吧？哦，丐帮的，那有什么资格到这里来大喊大叫？保安呢？给我赶出去！我陈帅的婚礼现场，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岂有此理！你是真有眼无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爸可是大夏才皇沈万江。你说什么？你爸是大夏才皇？你是做梦还没睡醒吗？看来又来了一个更不要脸的人。没跟你们开玩笑，我爸就是沈才皇。今天你们谁要动他，都得付出代价。好啊，我就信你爸是才皇喽。那你告诉我，你一个才皇的女儿，跟这个乞丐是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姐夫。说什么？他是你姐夫？他是你姐夫？是，怎么了？你真是笑死我了！一边说自己是才皇的女儿，一边说这个乞丐是你姐夫，你这说谎都不麻溜啊！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乞丐，不知道才皇的女儿是多么尊贵的身份，出行都是前呼后拥，平常人想见一面都难。你才是没见过世面，电视看多了吧？才皇的女儿也是人，凭什么出门非要前呼后呼？我喜欢自由自在在外面玩，不可以吗？
姐夫，他们没欺负你吧？不是我们没关系啊，你怎么喊我姐夫？你救了我姐，她说了，她必须报答你，非你不嫁。不至于吧？我救她是因为你的善良，根本不图回报。我姐决定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她已经知道你被退婚的消息，正从京都往这边赶来。够了，别在这里演了，赶紧滚吧！再不滚，连你一起收拾了。来人，在，把这女的给我丢外面去。是。等一下，小舅子，怎么了？我看这女的长得还不错，在我的审美上，要不就把她留在这里，跟我也拜个堂吧。怎么，小舅子你看上她了吗？是的，看着心痒痒的，很有味道。既然你喜欢，姐夫就帮你这个忙吧。怎么样，小妞？我小舅子看上你了，只要你答应嫁给他，我就不追究你的冒犯，还给你家里一大笔彩礼，如何？对，今天是我和陈少的婚礼，你和我弟弟也一起举办，正好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你们大家觉得呢？我这个建议怎么样？好。怎么样，姑娘，看见我家的牌面了吧？做我弟媳，包你享福。什么玩意儿？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鸡瓦狗，跟本小姐提鞋都不配，还想跟我沾亲带故，怎么不去死？你非不识抬举是吧？老公，你看他这什么态度啊？岂有此理！在二道街敢不给我陈帅面子，今天就让他看看什么叫有钱人！先给我拿下！等下，我亲自来。小美女，你再仔细想想，今天嫁我就是喜事，否则破你的身，毁你的容，你会后悔莫及。我看你是打还没挨够。姐，他又打我。我不只要打你，还要送你去 ICU。姐，师傅，救我啊！李长安，还不赶紧放开我小舅子！你是逼我杀了你吗？李长安，你个臭乞丐，敢打我弟弟，我跟拼了！老公，他连我都打，赶紧帮我报仇！李长安，你打我小舅子，还打我老婆，今天我必与你势不两立！保镖，给我上，弄死他！一起上，一起弄死他！你们谁敢动，便将承受沈家的无穷怒火！什么沈家？老子没听过！别管了，都一起拿下！你敢拿了试试！又有好戏看了。你谁呀？你还不配知道我是谁。你还不配知道我是谁。姐，你来啦！你怎么在这里？你还得感谢我呢，是我打听到姐夫的消息，跟管家说的。好，感谢你，感谢你。回头请你吃串串。哈哈，请吃串串？又是哪里来的土鸡瓦狗，请这么多演员来摆排场？很快，你就会知道的。沈家千金沈冰凌拜见李先生，感谢李先生救命之恩。我说了不用谢，我救你纯粹因为你妹妹善良，我想帮她完成一个梦想。但李先生救了我是事实，而且什么？李先生在浴缸中和我什么？在浴缸中？他们干什么了？不是啊，我们在浴缸中没发生什么，我只是正常的救你。我知道，但我发过誓，我这辈子只嫁唯一的男人，只被一个男人碰，而恰好李先生你碰了我。婚姻大事不同儿戏，不应该这么草率吧？没有草率，这是我深思熟虑决定的。怎么，李先生是瞧不上我吗？不是，是我这里都还有个烂摊子没有解决呢。我知道，我今日来就是要和李先生你一起解决这烂摊子。一个是李先生你的青梅竹马、婚约女友，一个是你的发小、好哥们儿，他们狼狈为奸，联手背叛你，我听说了都义愤填膺，所以才在今日赶来，想帮李先生出这口恶气。
对啊，小哥哥，你就答应我姐吧，她一下子就秒杀那渣女。对啊，小哥哥，你就答应我姐吧，她一下子就秒杀那渣女。京都沈家沈冰凌恳请嫁给先生。什么？京都沈家？真的假的？感觉不像是假的啊！够了，不要在这里演戏了，一出接一出的，也不找镜子照照自己。京都沈家会像你们真丢人？求着嫁给一个乞丐吗？看来他们还真是在戏里出不来了。来，把之前大屏的乞丐视频再放给他们看一遍，让他们照照镜子，清醒清醒。赶紧放视频，打他们的脸！看见了，他李长安只是个乞丐，一个我不要的乞丐。你在这里演什么呢？自嗨吗？就算李先生是乞丐，但他只要是我沈冰凌的男人，便是天下最富有、最珍贵的男人。因为我沈冰凌的爱，天下无双，价值连城。笑话，你是不是自欺欺人多了，自己都当真了？你问在场的哪一个人会相信京都沈家的人会来这种小地方？知道京都沈家什么来头吗？大夏首富，好才皇，仅次于龙王的势力。你们能相信他是京都沈家千金吗？或者你们相信京都沈家千金会向一个乞丐求婚？不信！打死他！看见了吗，骗子，压根就没人信你。你们会信的，还请李先生答应我。答应吧，小哥哥，我姐可是天下第一美女，还对你情有独钟，你不选她选谁啊？行，我答应。多谢李先生，来，上聘礼。这里是沈家一半家产，望李先生笑纳。有劳了。这是我的终生承诺书，此生此世，从生到死，只随李先生一人。若李先生生，我便陪着；若李先生死，我亦不再嫁。好，我李长安也可对你承诺，此生只有你一个女人，永不离弃。谢谢李先生。够了，别演了，演得令人恶心。没读过掩耳盗舌的故事吗？全场没一人信你们，还在煞有重视。姐，他们就是来捣乱的，不想你和姐夫顺利举行婚礼。我再次警告你，马上给我滚，否则对你不客气。你对我不客气？你一个挖好哥们墙角的下头男，也有资格对我不客气？别提他是我好哥们了，从今日起，我与他再无瓜葛，我要让他一败涂地。从今日起，我与他再无瓜葛，我要让他一败涂地。你说什么？你让我一败涂地？你忘记大屏数次播放你的乞丐生活了吗？就是，你一个乞丐也有能力让人一败涂地？你以为贫穷是可以传染的吗？就是，你大概还不知道，就连龙王集团都选中了我姐夫的公司，要给我姐夫神秘合约，你们算老几？你大概也不知道，龙王集团的神秘合约就是我给他的，但他不配，所以这份合约我将为他取消。疯了！你真是疯了！竟然敢冒充龙王大人！你看等会儿龙殿特使来了，你会怎么死？老公，龙王大人的名位是不能随便冒充的，会闯大祸。哈哈，说那么小声干什么？大声点，让他别冒充啊！怎么这件事儿你们没有提前商量，穿帮了吗？真是冥顽不灵！妈的，敢打我，我弄死你！在找死！你在找死！你们愣着干什么？赶紧上啊！没看见陈少被打了吗？解决掉吧。是。敢在二道街跟我动手，看你们今天怎么死！没事，你有什么实力尽管使出来，我沈家全都接招。行，你狠！今天不弄死你们，我他妈就不姓陈！小姐，已解决。现在还有什么可猖狂的吗？你以为你带了几个人能打就了不起了？这江州可是我的地盘，岂容得你撒野？
强子，立马给我打电话治安局，让治安员过来抓捕这些寻衅滋事的人。好的，姐夫，我马上打。你们给我等着，等治安员一来，你们就知道后果。没事，我等着。我今天非要让你知道自己的狗眼是怎么瞎的。没事，我等着。我今天非要让你知道自己的狗眼是怎么瞎的。行啊，我们今天就看看，到底是谁瞎了眼。姐夫，已经报了治安局。很好，等治安员一来，正好把这些骗子都抓了。是的，都抓了吧。冒充才皇千金，还冒充龙王大人，足够他们去蹲监狱。小妹，打个电话给管家，把陈家的所有公司以及合作方都查出来，我要送他进商界黑名单。不用查了，陈帅的嫡系我一清二楚。等我跟他把账算清楚，我会亲自送他进黑名单的。呵呵，吹！你以为你是谁？你对我的底细一清二楚。你以为我还是当年的我，跟你一起穿叉叉裤玩泥巴的时候呢？我现在是陈少，也有人叫我陈总。公司叫江州陈氏商贸，名下分公司几十家。一个敢吹自己是龙王的人，他还有什么牛吹不出来？他但凡有一点本事，我又岂会撕毁和他的婚约，跟陈少你在一起？亲爱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和他有婚约，我看你们在一起，就在心里叹息，真是一颗好白菜被煮过了。我就想我一定要拯救你，给你幸福。我果真没让自己失望，站在了今天娶你，而他也没让我失望，成功的沦为了乞丐。谁寻衅滋事？谁寻衅滋事？谁寻衅滋事？王队，这里。陈少，看这场合，是你今天结婚吗？对，我结婚，没想有罪犯闹事，还请王队秉公执法，将罪犯抓捕归案。理所应当。是谁在陈少婚礼寻衅滋事啊？他，还有他。行，那就抓起来吧。且慢，你想干什么？你来抓人，难道不问问事件经过、前因后果、孰是孰非吗？哦，你来闹别人的婚礼，还问我孰是孰非？我来闹别人的婚礼，那你看看这是什么？李长安和郭丽的婚书约定，这是什么？他叫郭丽，我叫李长安，但今天是他和陈帅结婚，现在明白了吗？你的意思是，郭丽和你有婚约，但却和别人在结婚，所以你告诉我孰是孰非？王队长，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和他是很早有婚书，但后来他不争气，沦为乞丐，让我颜面尽失。我好言与他退婚，并愿赔偿，是他对我死缠烂打，想我养他，我拒绝了他，他就跑来我婚礼闹事，岂有此理！你说我沈冰凌的男人会对你一个灰姑娘死缠烂打？岂有此理！你说我沈冰凌的男人会对你一个灰姑娘死缠烂打？你又是谁？我叫沈冰凌，大夏才皇沈万江的女儿。什么？你是大夏才皇沈万江的女儿？王队长，别听他的，他是个骗子。骗子？怎么回事？强子，放大屏给王队长看吧。是。这人看着很面熟。就是他啊。他是个乞丐。对啊，他跟我说他在外面过得很好，到时候给我买车买房，我还信以为真。幸好我有朋友在外面看见，偷拍给我，不然我还蒙在鼓里。然后这个女人，应该是他在丐帮里面的野女人，居然冒充才皇千金。王队长，你相信才皇千金会嫁给一个乞丐吗？没想到现在的骗子胆子大成这样，骗到我们治安局头上来了，立刻给我抓起来！你可得想好后果。你说什么？我抓你个乞丐骗子，还有后果？骗子？你告诉我，我骗什么了？对了，他还说他是龙王呢。什么？他还冒充龙王？我不但是龙王，我还是医圣。怎么了？岂有此理！冒充龙王，还冒充医圣，我看你真是胆大包天，罪不容诛！给我抓起来！不能抓，不能抓啊！不能抓，不能抓呀！你们干什么？妈，大伯，大姨，你们怎么来了？哎呀，长安，妈都跟你说了，陈帅现在有钱有势，你斗不过的，你为什么不听呢？妈，我认为这世界道理比钱势重要，何况他也没我有钱有势。连自己妈都不信了，你还有脸在这里装呢？哎呀，陈帅，
你和长安可是发小，好哥们儿。他以前有好吃的给你，有好玩的带你，什么好处都没把你忘记。你把他媳妇儿抢了也就算了，你不能还欺负他呀！我本来只是抢他媳妇儿，没想欺负他的，是他自己自不量力，要跑我婚礼来闹事儿，自取其辱，怪我吗？王队长不必给我面子，抓走吧，这种自寻死路的人正好成全他。行，抓起来吧！不能抓，不能抓，不能抓！你们干什么？长官，我这侄子很孝顺懂事，古刀热肠，不可能犯罪的。就是。他经常都在帮我们这些穷亲戚，我小女儿读大学的学费都是他帮忙给的，我生孩子住院的钱都是找他借的。长官，你看我们家长安真是好人，不会犯法的，你可要明察，你可要明察。他再是好人，也掩盖不了他是冒充乞丐骗钱，还在这里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岂有此理！你说我冒充乞丐骗钱，我骗谁的钱了？不管你骗谁的钱。抓回去，一审便知。对，先抓回去再说，一顿狼牙棒都求他不着。你还真是可恶！今天我要不封了你陈氏商贸，你是真不知收敛。雪鸮，打电话给管家。是，姐。你说什么？你要封了陈氏商贸，你还真当你是财皇千金了？我是不是？你很快就知道。什么？他是财皇千金？他自己说是，在场的人都笑了，他还在掩耳盗铃。冒充他人行骗也是犯罪。现在我命令你说清楚，为什么要冒充财皇千金？我说了，我就是，不是冒充。不是冒充，身份证拿出来。不好意思，我出行的一切都有人给我安排，我从不带身份证在身上。借口，心虚，他这压根就是心虚。我再给你个机会证明自己，否则连你一起抓回去审问了。姐，已经打电话了。是吗？打电话了吗？不是要封杀我陈氏商贸的吗？我怎么还好好的？喂，你说什么？说什么？亲爱的，怎么了？商贸副总打电话说陈氏商贸已被商界封杀。什么？陈氏商贸被封杀？为什么？不大清楚，说是我人品低劣，总商会要对陈氏商贸进行临时封禁调查。看来总商会这理由找得很正当。活该！难不成他真是财皇千金？什么？他真是财皇千金？我见着了财皇千金？不会吧？财皇千金竟然来咱们江州了？他不可能是财皇千金！财皇千金怎么可能低声下气的来找一个乞丐求婚？对的，财皇千金绝不可能向一个乞丐求婚。哦，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怎么回事？他肯定是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勾搭了一个在商界有点实力的干爹。对，肯定是这样。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仗着几分姿色去傍大款，回头再花钱找小白脸儿。我就说她怎么会向一个乞丐求婚？原来是觉得这乞丐强壮。嘴巴放干净点啊！王队长，他打我，赶紧把他抓起来！王队长，他打我，赶紧把他抓起来！这位小姐，我警告你，不要再动手打人，否则我就要抓你了。我别动手打人，那他在这里满嘴喷粪辱骂我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好吧，确实也是你骂人在先，说话语气注意点。王队长，你什么意思啊？我喊你来是帮我忙的，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了？你这是看着我姐夫公司出事就翻脸不认人了吗？放肆！我来这里是秉公执法，你们这纯属婚姻纠纷，不归我们管，你们自己扯吧，最好都自己收敛点。谁要是冲动伤人，我就得请去治安科喝茶了。走。喂，王队长，王队长，现在你陈氏商贸被封，你不过一条丧家之犬，还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这位美女，李长安不过是一个乞丐，你为什么帮他？只要你跟我们联手，我们可以给一些陈氏商贸的股份给你，怎么样？对对对，只要你站我一边，我可以分陈氏商贸的股份给你。你觉得区区陈氏商贸的股份能贿赂得了财皇千金？别装了，你不可能是财皇千金，你就是认了个老头子干爹而已，装什么装？别装了，你不可能是财皇千金，你就是认了个老头子干爹而已，装什么装？看来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财皇千金。爸，是我。我现在江州被人欺负了。对，在一个婚礼酒店，你看定位地址就知道了。你等着吧，你很快就知道我是不是财皇千金了。行啊，我就看你还玩什么花样。
老公，相信我，今天我一定会帮你好好教训这个败类，替你出了这口恶气。你那么尊贵的身份，为了我一个无名小卒，值得吗？只要是我认定的男人，就算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何况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放心吧，我能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闪耀、最幸福的女人。妈，你看这儿媳妇怎么样？真的吗？这是你媳妇儿吗？是的，妈。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安，你竟然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媳妇儿，真是老天有眼啊！我们长安是好人，嫁给他肯定能享福的。怎么样，比那个女人好多了吧？好多了，好多了，简直好太多了，简直就是一个天上皓月，一个沟里泥鳅。亲爱的，他们在羞辱我。亲爱的，他们在羞辱我。岂有此理！仗着你有亲戚是吧？难道我陈家没有亲戚吗？我陈家的亲戚呢？来，都来，看是他李家亲戚多，还是我陈家亲戚多？就是，今天到场的亲朋好友，很多都是我们陈家人，你们可得帮助陈帅，不能让陈家被人笑话呀！大家不用担心，我在江州崛起这么多年，有的是实力。他认识一个小干爹有什么用？等我的实力拿出来，一样能镇住他们。对，我们陈家不能在江州被人欺负，不能！赶紧扰乱婚礼的人都滚出去！赶紧把他们揍出去！揍出去！立刻保护好亲戚长辈！滚出去！滚出去！你是要跟我比实力吗？这就是我陈家的实力，别退，跟我硬刚啊！要硬刚是吧？此为生死线，谁若擅自跨过，后果自负。此为生死线，谁若擅自跨过，后果自负。就画条线而已，你当你是阎王吗？还生死线？我就跨过去又怎么了？我呸！你看，不是生死线吗？我就跨过这条线，怎么了？又怎么了？当哥出来这些年白混的吗？能被你一个乞丐吓到？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是吗？我等着还真着急。我好想出事，好想死啊！求你成全我！你看，你这生死线我都来回的跨呢，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他当我们陈家人是纸老虎，恐吓大家呢。别怕了，冲过去，打他！冲过去，打他！哈哈哈！生死线，屁事没有，还生死线！我好痛！救命啊！我好痛！救命啊！小强，你怎么了？李长安，你干了什么？我弟弟要是有什么好歹，我饶不了你！我已经说了，这是生死线，一旦跨过，万劫不复。是他自己不信邪，所以活该。我不管你用的什么诡计，赶紧把我弟弟治好，不然跟你没完！指望我救他是不可能的，想他活命，还是赶紧送 ICU 去吧，晚了就真的没命了。你的婚礼得变成他的葬。赶紧送我弟去医院！还有哪个不怕死的，不信邪，要冲过来打架吗？李长安，陈帅可是2道街的地头蛇，你是斗不过他的，你得知道后果。我陈家在江州人多势众，你们李家不过外来户，你自己掂量掂量。你们连我在地上划的一条线都过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讲人多势众？李长安，你个小人，我不嫁你，你就害我弟弟，你会不得好死的！李长安，你个小人，我不嫁你，你就害我弟弟，你会不得好死的！你搞错了，你弟弟出事是他咎由自取。古人有句话怎么说的？多行不义必自毙。曾经，你姐弟俩读书都是我家给钱的时候，你们姐弟狗样的跟着我一口一个姐夫，不知哪儿偷拍到我像乞丐了，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这种人能有什么好结果？
怎么，你一个乞丐还妄想人家貌美如花的嫁给你，你自己没用，还怪别人了？就是陈帅家徒四壁，当上老板，你家庭小资沦为乞丐，你还有脸在这里指责别人？真是人越没用，越喜欢甩锅。我没用？你忘记你的陈氏商贸已经被封杀了，你已经一无所有，沦落乞讨了。你真以为我的陈氏商贸被封杀了？哼，你大概是不知道，我还有王牌吧？你说什么？你还有王牌？你忘了，还有龙王集团给我神秘合约，助我上市的，不管你是谁，还能与龙王集团对抗不成？对，我都忘记这茬了。亲爱的，你背后还有龙王集团呢，在龙王集团面前，一切势力是纸老虎。你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来签订神秘合约，顺便把这个冒充龙王的家伙抓起来。行，我马上打电话问。喂，龙殿尊使吗？请问你们的神秘合约什么时候到啊？喂，龙殿尊使吗？请问你们的神秘合约什么时候到啊？好，我等着呢。你等着，龙殿尊使已在路上，等他来，你们都得死。认识这么多年，陈帅，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吗？什么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其实我就是龙王集团的创始人龙王，你有今天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因为我看你家穷，看你一直是我的跟班，所以我在外面闯出天地之后，首先想的就是如何把你扶起来。没想到的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扶你于贫寒微末，你却不讲道义，挖我墙角以势压我。够了，李长安，你恶不恶心？大家都知道你是乞丐了，你还有脸说是你扶持的我，还冒充龙王，你还要脸吗？别怕他冒充，等龙殿尊使一来，正好要他的命。老公，还是别冒充龙王大人了。若是龙王起了怒火，就算我沈家也挡不住。怎么，你还真以为我是个普通人啊？难道不是吗？你还真是傻。你的病，医王、医神和医圣都束手无策。我要是一个普通人，我凭什么救你？你以为真的是凭运气吗？难道你真的是龙王？不会吧，也没听说龙王大人会医术啊。不会吧，也没听说龙王大人会医术啊。龙王确实不会医术，但我除了是龙王之外，还有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医圣。疯了！你是真疯了！你冒充龙王就算了，还冒充医圣，真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就是，医圣大人可是当世活神仙，救苦救难，是我们心里的神。你敢冒充他，不想活了？长安，医圣大人慈悲为怀，千万不能冒犯啊！医圣大人曾救过我的命，今天你要是不给他下跪道歉，我老头子跟你拼了！不要乱动！我们人多，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等着！拼了！谁敢往前冲，格杀勿论！拿下！干什么？都给我住手！王队长，你又回来了，赶紧把李长安抓起来！我们人多，跟他们拼了！不要乱动！干什么？都给我住手！王队长，你又回来了，赶紧把李长安抓起来！滚开！二道街治安局王永安见过沈大小姐，之前不知道大小姐身份，多有冒犯，还望见谅。怎么，现在你不觉得我是骗子了？不会，绝对不会！王队长，怎么回事？你怎么还跟他一个骗子客气起来了？你给我住口！王队长，你这是干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又来了吗？为什么？因为我接到了上级指令，这里有人聚众闹事，才皇千金的人身安全在这里受到了威胁。才皇千金？王队长，你不会说的是他吧？你以为呢？除了他还有谁？什么？他真是才皇千金？怎么会？才皇千金竟然真的来咱们江州了！我竟然见到了真的才皇千金！怎么可能？他若是才皇千金，怎么会向一个乞丐求婚？怎么可能？他若是才皇千金，怎么会向一个乞丐求婚？高兴向谁求婚，你管得着吗？不，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真的才皇千金绝不可能看得上一个乞丐的。王队长，
他们是骗子，骗术很高明的，你可要明察。岂有此理！你以为我比你还糊涂吗？财皇总管亲自打了电话给治安局，而且还向我传递了财皇千金的照片，你自己看，会假吗？真的是？怎么会？财皇千金怎么会来这里？现在你知道自己闯下什么样的祸了吧？我，老公，你怕什么？区区财皇而已，能拿我们怎么样？说什么？我说，就算他是财皇千金，又能拿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不比他弱。丽丽，你在乱说什么？住口！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财皇？不想活了。亲爱的，你忘记了，我们的靠山可是龙王集团呢。跟龙王集团比起来，区区财皇算什么？对啊，我们的靠山可是龙王集团，我怎么忘记这茬了？对，我们不用怕他，财皇再强也强不过龙王。你是财皇千金又怎么了？能比龙王强吗？你是财皇千金又怎么了？能比龙王强吗？就凭你这种地痞，也想得到龙王集团的庇佑，吹什么牛？是的，陈帅，我可得提醒你，龙王大人是比财皇更强大恐怖的存在，不要轻易冒用龙王大人的名头，否则大祸临头，别怪我。什么冒用？龙王集团本来就决定了扶持我，尊使已经送着神秘合约在赶来的路上了。就是，只要龙殿尊使一来，知道你们居然敢打压陈少，你们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别指望了，龙王集团不可能扶持你们的。是吗？质疑了？嫉妒了？我都收到了龙王集团的接待通知，都和尊使通过话了，还能假？不假，只是你不知道，命运随时都可能在下一个路口转弯。你的命运，从你挖我墙角、背叛情谊的那一刻开始，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万恶的人就得承受万恶的后果。哈哈，还煞有介事了？你当自己谁啊？上帝？我不是上帝，但我比上帝更能决定你的命运。你够了吧，李长安！就算财皇千金瞎了看上你，你也不过是个吃软饭的。跟陈少凭着本事得到龙王集团的扶持相比，你什么都不是。是的，我现在命令你，立刻让商会解除对陈氏商贸的封杀，否则等龙殿尊使来了，将你整个沈家都夷为平地。少在这里吹牛了，龙王集团绝不会庇护你这种人的。龙殿尊使到。龙殿尊使到。龙殿尊使来了，赶紧拜见，赶紧拜见！恭迎龙殿尊使！这是些什么人，竟不跪迎本尊？尊敬的尊使大人，我正要跟您说呢，他是京都沈家的人，仗着自己家里有钱，压根就不把尊使大人和龙王集团放在眼里。什么？不把我和龙王集团放在眼里？此话怎讲？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们陈氏商贸受龙王集团庇护，尊使大人将为陈氏商贸送来神秘合约，助陈氏商贸腾飞。可他还是仗着财皇的实力，打电话给商会，封杀了我们陈氏商贸的业务。什么？陈氏商贸的业务被财皇封杀了吗？是的。岂有此理！区财皇也敢跟我龙王集团叫板？尊使大人，您可得好好教训他们，让他们知道龙王集团的威严，不可冒犯。你是沈家什么人？沈万江是我爸。哦，原来你是财皇之女，难怪如此狂妄，连我们龙王集团都不放在眼里。怎么？你是觉得你沈家比龙王集团要强，还是财皇比龙王大人厉害啊？怎么？你是觉得你沈家比龙王集团要强，还是财皇比龙王大人厉害啊？尊使大人言重了，无论是我和我爸对龙王集团和龙王大人都是极为尊敬的。我爸还常说过，我们沈家的崛起也曾受惠于龙王集团的第一代龙祖，所以我们绝没有与龙王集团为敌的意思。那你为何要封杀我们龙王集团扶持的陈氏商贸？因为陈氏商贸的负责人品行恶劣，有辱商界诚信，为商界害群之马，所以我才请求商会将其封杀，以儆效尤。你说什么？陈氏商贸负责人品行恶劣？他哪里品行恶劣了？这是我未婚夫，我们在一起之前，他和陈氏商贸负责人陈帅是发小，好哥们儿，曾经帮过陈帅很多。但陈帅这几年做生意风生水起，我未婚夫时运不济，
过得落魄，陈帅就挖他墙角，把他有婚约的未婚妻勾搭走，在两人还没有解除婚约的情况下，与他的未婚妻举行婚礼。此行为败坏诚信，不应经商。胡说八道！是他李长安自己没本事，还想让女人养他，赖着丽丽不愿退婚。对，就是李长安对我死缠烂打，陈少是为了帮我。他又是什么来头啊？他又是什么来头啊？他以前是我发小，好哥们儿，但自己不争气，在外面做职业乞丐，利用别人的同情心赚钱。什么？人品如此卑劣，你沈家竟然袒护一个这样的人？他们在胡说八道。我未婚夫救人为难，不图回报，乃侠之大者，绝不可能是职业乞丐，纯属他们的污蔑。污蔑？那行，我就把大屏再给尊使大人放一遍吧。亲爱的，播放大屏。是。尊使大人，请。尊使大人，你看见了吧？如此年纪轻轻，好手好脚，却扮作乞丐不劳而获，是不是男人的耻辱，人类的悲哀？是的，我们龙王大人就一再宣扬劳动致富，最反感的就是这种不劳而获的人了。是的，是的，求尊使大人做主，一是惩戒这种骗子，二是恢复陈氏商贸。那是必须。听见了吗？我给你10秒钟时间，立马打电话让商会撤销对陈氏商贸的封杀，否则你们沈家将承受龙王集团的怒火。尊使大人，你可得搞清事情真相，不能只听他们一面之词，袒护了宵少之辈啊！你说什么？我袒护宵少之辈？你说龙王大人要庇护的人是宵少之辈？什么？他是龙王大人要庇护的人？哼，你以为呢？我今日此来为何？就是龙王大人亲自传达的密令，让陈少出人头地，要扶陈氏商贸崛起。你竟胆大妄为，质疑龙王大人的决定。龙王大人亲自传达密令，要扶陈氏商贸崛起，让陈少出人头地。你竟胆大妄为，质疑龙王大人的决定。什么？是龙王大人亲自传达密令，要扶持陈氏商贸崛起？你以为呢？龙王集团身为全球势力，凭什么会扶持一个小小的江州企业？听见了吧，姓沈的，你们跟龙王集团比起来，连根葱都不算。好，我可以马上恢复陈氏商贸的业务，但我希望能带我未婚夫安全离开。你说什么？你还要跟我谈条件？尊使大人，他这就是在忤逆龙王大人，对您不敬啊！岂有此理！你是真要和我龙王集团杠上一杠吗？不行，无论如何，今天就算要我的命，赔偿我整个沈家，也要保我未婚夫万全。是吗？你以为在龙王集团的威压之下，你有什么实力和资格保他万全？龙殿尊使，真是好大的威风！你说什么？我说，你如此的老气横秋、嚣张跋扈，是龙王教你的吗？是不是龙王教我的？是你区一个职业乞丐管得了的吗？尊使大人，我想起来了，他向前还冒充龙王大人呢。什么？他冒充龙王大人？是的，跟我们冲突起来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是龙王来吓我们。不过我们没他想的那么蠢，压根就没信，才没让他得逞。岂有此理！冒充龙王，死无葬身！小子，说吧，你想怎么死？你想怎么死？今日你们谁想动他，就得先动我，动我沈家。怎么？你是想以沈家向我龙王集团宣战吗？纵不敌，也绝不输了道义。好，很好。等我完成了陈氏商贸的神秘合约，回头就请示龙王集团踏灭你沈家，让你见识什么是强者进犯。对，我们先完成神秘合约，等陈氏商贸起飞，成为龙王集团的附庸之后，我们一起踏灭沈家。此为上峰一再嘱托，要完成神秘合约对陈氏商贸的扶持，任何事都不可耽误进度。赶紧先摆案签约吧。是，来人，摆案，接受龙王大人的神秘合约，助我陈氏腾飞。不用忙活了，你们这约签不了。你说什么？我说了，鉴于你的人品卑劣，龙王集团也决定放弃给你的神秘合约，别再忙活了。哼，你说龙王集团放弃给我的神秘合约就放弃？你以为你是谁？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神秘合约是我给你的。什么？你给我的？你是疯了吗？
也不找镜子照照自己。你有什么资格让龙王集团扶持我？他是真疯了，尊使大人还在这里呢，他就敢当着面吹牛，简直是厚颜无耻、不要脸到了一定地步。我是真被恶心到了，居然连这种不要脸的话都说得出来。我当初是怎么瞎了你？狐狸，别恶心了。那些年你没有瞎眼，但现在你是真瞎了。我的好哥们儿，你就别吃醋不甘了。你的未婚妻就是喜欢我，而且她将嫁给我也成事实，还是好好后悔自己的无能吧。小子，还在死不悔改，阻龙王集团的签约仪式，自己说吧，你要怎么死？我的好哥们儿，你就别吃醋不甘了。你的未婚妻就是喜欢我，而且她将嫁给我也成事实，还是好好后悔自己的无能吧。小子，还在死不悔改，阻挠龙王集团的签约仪式，自己说吧，你要怎么死？你说什么？你问我要怎么死？怎么，你是没听说过龙王集团的威名？不知惹到龙王集团的后果？我为龙王集团之主，你问我惹到龙王集团的后果，你告诉我有什么后果？什么？我没听错吧？你为龙王集团之主？真疯了！他竟当着尊使的面冒充龙王大人。他是不知道龙王集团的手段，在无限作死。尊使大人，你看见了吧？他当着你的面还冒充龙王大人，若不灭他，不显龙王集团的威风啊！小子，现在我命令你立刻跪下，自割舌头，以后不再说话，或可饶你一命，否则我灭你全家！哎呀，长安，你怎么可以冒充龙王大人呢？那可是全世界都崇拜的传奇，冒犯不得的。赶紧跪下，向尊使大人认错吧！冒充龙王大人，认错就行，必须得下跪，割了自己舌头，否则你全家都有灾难。怎么，吹牛吹上瘾，终于吹惹祸了？丽丽，尊使大人是你们靠山，你赶紧帮忙求个情啊！我求求你了！啊，你干什么求他？哎呀，长安，你犯下冒充龙王大人这种弥天大错，这是灭顶之灾呀！赶紧跪下认错吧，不然就晚了。妈，我没有说谎，我真是龙王。赶紧住嘴！都跟你这么说了，你为什么脑子就转不过来弯呢？龙王大人比国主的威严还大，冒犯不得的。对啊，老公，都这么跟你说了，为什么就是劝你不听呢？你看我像在吹牛吗？搬桌椅来！龙王大人，赶紧阻止我们签约哦！你再不阻止，我和陈少可就腾飞了，以后你就只剩下仰望了。行，我现在满足你的愿望，立刻传我命令，龙王集团给陈氏商贸的神秘合约立马取消，如你所愿。少装了，在场的人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人？非要为了那点可怜的尊严，把牛皮都吹破吗？就是，我们都知道你在外当职业乞丐骗钱，又被自己未婚妻无情退婚，受到的打击太大。你卑微的离场，至少还能苟活，可你就是看不清自己，活该走上绝路。小子，我命令你立刻下跪割舌，否则死！尊使大人，文案已备齐，我们先签约了，签完再收拾他吧。好。什么？什么？特使大人，为什么？好。尊使大人，怎么了？刚接到集团特使电话，取消了对陈氏商贸的神秘合约。什么？是因为他吗？不知道。特使大人说是总部密令。不可能，他明明就是一个职业乞丐，怎么可能是如皓月传奇般的龙王大人？是的，不可能的。我们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他是什么人，我再清楚不过。我是受够你了。本来我不想跟你这种小角色计较，念着些旧情，想放你一马，但你作死不停，看来我还得再给你点教训。什么？你给我教训？你有什么能耐给我教训？你等着。
1分钟内，我要陈氏商贸彻底在商界除名。再见了，你自以为是的陈氏商贸。你还真以为凭你一句话就可以灭掉陈氏商贸？不知道，但不妨拭目以待。可以啊，我等着。什么？什么？亲爱的，怎么了？1分钟之内，所有客户撤单，所有银行追债，所有上下游客户都终止合作。怎么会这样？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跟你说了，我是龙王。龙王集团掌管所有商界秩序，尤其可以对不守诚信、人品低劣的商业行为做出彻底封杀。现在明白了吗？不可能，不可能！你明明就是个职业乞丐，你怎么可能是大名鼎鼎的龙王？尊师大人，你是龙王集团的高层，你应该认识龙王大人的啊！他真的是龙王大人吗？我只是一个龙王集团在江州市的负责人，根本就没资格见到龙王大人。而且听说龙王大人戴着金龙面具，几乎都是以面具为标志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有些能量，用其他办法针对了我们，但并不是真的龙王大人。有这种可能？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他就是在冒犯龙王大人。您可得将其诛杀，以维护龙王大人的威严。厉长安，现在我命令你证明自己的身份，否则将以冒充者治罪。怎么，我让总部传达取消神秘合约的命令，不足以证明我的身份？怎么，我让总部传达取消神秘合约的命令，不足以证明我的身份？特使大人说了，是总部密令，总部能说得上话的还有很多人，这不足以证明你就是至高无上的龙王大人。赶紧证明自己的身份，否则你内奸叛变罪论。想要我证明自己的身份是吧？那我就证明给你看吧。乾隆出渊，断流归宗。龙王大人，龙王大人，真的是龙王大人？怎么可能？现在，你们还有谁要羞辱我是职业乞丐，是骗子，要拿我问罪？拜见龙王大人！拜见龙王大人！妈，你拜什么？我是你儿子。大伯、大姨、二姑，你们都起来，都起来！在你们面前，我永远都是晚辈。长安，你真的是龙王吗？没想我们李家竟然出了这么大个人物，真是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啊！没想我们李家竟然出了这么大个人物，真是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啊！那也是我一直谨记各位长辈的教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有今日。所以这功劳还是各位长辈的。长安是真出息了，真出息了，竟然是龙王！长安，你媳妇儿还有小姨子跪着的，喊他们起来啊！你们跪什么？以后都是我的家人，咱们平起平坐的。姐夫，你真是太棒了！你怎么会是龙王？是的，我感觉跟做梦一样。我都说了，有我在，没人能动得了你们沈家。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我信。姐夫，你是龙王，那可是我心里排名第2的英雄啊！是吗？谁是你心里排名第1的英雄啊？当然是医圣大人啊！他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可是当世活神仙。你就算是龙王，也还比要他差一丢丢啦。是的，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到时候带你去见见医圣大人。那真是太好了！听说医圣大人还是单身，那要是我能嫁给医圣大人，那就太完美了。姐夫，你真能带我去见吗？姐夫，你真能带我去见吗？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再说吧。好的，谢谢姐夫。姐，你真是太棒了，没有嫌弃姐夫是个乞丐，坚持嫁给他，没想他竟是耀眼的龙王大人。所以
这就是不要嫌贫爱富，也许自有惊喜吧。陈帅，你现在还觉得你能力很强，白手起家创立陈氏商贸，有资格在我面前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了吗？对不起，长安。龙王大人，是我一时糊涂，求你看在我们是发小的份上，就饶我一次吧。什么？你让我饶你？你父离家多年，下落不明，留下你孤儿寡母。我待你如兄弟，我父母如你父母，送你读书，帮你打架。就算我成功后，也暗中帮你。你的陈氏是我一手扶持，结果就忘恩负义，人生稍有起色，勾我女人，挖我墙角，还指望我饶你？是我混账！长安，我真不知你是龙王大人啊！难道我不是龙王，我是普通人，你就可以随意背叛、随意欺负了吗？难道我不是龙王，我是普通人，你就可以随意背叛？龙王集团宗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真不诚、不清不白者。你说怎么处置？求于永月，终生不见光明。求于永夜，终生不见光明。知道这10个字的含义吗？不知道。求龙王大人饶恕，我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有些人还有机会改过自新，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来，当着我的面亲自撕毁他。我不撕毁了。你说不撕毁就不撕毁吗？你一个无房无车无工作还无人品的市侩女人，也妄想配得上龙王？就你这条件，有什么资格嫌弃我对我评收论足、指手画脚，还毁我的婚？你知道吗？当我登上龙王之位时，有多少名门千金求着嫁我，我守成兄不弃青梅竹马，你竟待我如狗，而且还恬不知耻，跟我的哥们好上。你明明是乞丐啊，怎么是龙王了？想知道我明明是乞丐，怎么又是龙王了吗？我就告诉你吧，我站得太高的时候，身边的人阿谀奉承，令人厌恶。我想让自己平凡一点，去看真实的人心，感受真实的人间。没想你们一对贱人，一个我的青梅竹马，一个我的发小好哥们，曾经我当我生命中最珍惜的友谊，竟勾搭一起来背叛我、践踏我。是我混账，是我有眼无珠，我有眼无珠啊！你有眼无珠是吧？那行啊，你自己都说自己有眼无珠了，就把自己的眼珠挖出来。不，我不能没有眼睛，我不能没有眼睛。你能没有眼睛的，因为你长着都没用，看不清是非善恶。怎么，要我动手吗？你个王八蛋，连龙王大人都敢践踏背叛，还不赶紧执行惩罚？不要啊！我陈家的亲朋好友呢？赶紧都帮我求求情，帮我求求情啊！陈帅，龙王大人待你如兄弟，你竟然背叛他，这就是你自找的。就是你自找的，咱们可帮不了你。赶紧，还是废了自己的眼珠吧，让我动手会更惨。谁敢挖我儿的眼珠？谁敢挖我儿的眼珠？谁呀？干什么？找死！敢犯王威，死！你什么人？竟敢触怒龙王集团，打伤龙王下属！认识这个吗？祖龙令，你是龙祖亲传弟子，集团幕后掌控者。身为集团使者，既识我令，知我身份，还不下跪？龙王大人，师父的祖龙令怎么会在你手上？李长安，你不知道我是吧？也难怪。
我跟随师傅在昆仑闭关修炼，你从未来过昆仑，但我听师傅说过，他收了一个练武天才，叫李长安，还让你代管龙王集团，没错吧？你知道这些，看来确实是师傅的徒弟。你想来干什么？你要挖我儿子的眼珠，你说我来干什么？挖你儿子的眼珠？你说陈帅是你儿子？难道你是陈天侯？你说陈帅是你儿子？难道你是陈天湖？我离家那年，你和陈帅都才3岁，你们认不出我也正常。怎么？你是我爸吗？哎呀妈，真的是天雄啊！真的是天雄。儿子，爸不在的这些年苦了你了，如今爸回来了，谁也别想欺负得了你，谁欺负你，我让他死。爸，你比龙王还厉害吗？那当然，龙王不过是龙族派去代管龙王集团，龙族才是实际控制者。而如今龙族把这块令牌给了我，我便有权决定龙王之位，甚至我自己也可以当龙王。是吗？爸，你怎么这么厉害了？这么多年没音讯，我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对不起，儿子，当初离开你和你妈出去闯荡江湖，结果遇到龙族，将我带上昆仑，我想追求那种至高境界就答应了。如今正好20年归来，听说你新婚大喜，爸是真高兴啊。你的新娘子呢？爸，就是她。陈叔叔，是我，丽丽，还记得我吗？丽丽啊，记得。那时候你和小帅还有长安，你们几个天天一起玩泥巴呢。没想长大了，成为儿媳了。但是李长安，你仗着自己做了代龙王，竟不顾儿时情谊，欺负我儿子。就是他太可恶了。陈叔叔，你杀了他，替我们出气吧。哼，说吧，李长安，欺负我儿子儿媳，你要怎么给我交代？说吧，李长安，欺负我儿子儿媳，你要怎么给我交代？你说什么？我给你交代。我持祖龙令，你是代龙王，如今更是欺压我儿子，难道不该给我交代吗？你只知我欺压你儿子，可知我为何欺压他吗？为何？在你平白无故失踪的那些年，他们母子相依为命，生活清贫，是我家给他帮助，甚至连大部分学费都是我家给他。我把他当发小，当哥们儿，甚至在我继承龙王之后，仍然暗中扶持他成立陈氏商贸，甚至启动集团的神秘合约，想助他上市。可他小人得志后，不知我身份，以为我是乞丐，竟勾搭我未婚妻，羞辱嘲笑于我。你觉得我该教他怎么做人吗？儿子，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吧？是有人偷拍到他乞讨的视频，丽丽嫌弃他是乞丐，说喜欢我，我不忍丽丽伤心，才和他在一起的。毕竟身为男人，我总不能让喜欢我的女人伤心吧。李长安，听见了吗？不是我儿子对不起你，是你自己的女人嫌弃你了。要跟着我儿子，一个女人不喜欢你，你不找自己的问题，反倒怪我儿子，这就是你身为龙王的格局吗？若不是我真有点格局，我就想送你3个字的粗口了，但看你妈的份上，你自己明白就行。岂有此理！你身为龙王，竟敢如此对我说话！我现在就以祖龙令为尊，废你龙王之位，贬为庶人。没想到吧，李长安，你以为你是至高无上的龙王，把我踩在泥里了，结果我还有个更厉害的爸，你继续嚣张啊！就是，你以为自己是龙王不得了了，叔叔直接给你废了又怎样？他废我，他算什么东西，也配废我？你说什么？我不配废你？难道你敢违背龙祖之令？我离开师傅那一天，他问过我一句：做了龙王以何为尊？我说以祖龙令，以师门令为尊。他说错。我问那以什么为尊？你猜师傅说的什么？师傅说什么？师傅说不管是龙王集团还是他，还是这天下任何势力，都应以正道为尊。就算您持有祖龙令，但行卑劣之事，我当为天下正道立心请命。现在我还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拘了你儿子，送去永业之地反思，否则我亲自出手，你们父子再无机会。岂有此理！你不遵祖龙令，还敢如此信口雌黄！来人！在！此人不遵祖龙令，乃龙王集团之叛逆，给我拿下，抽筋扒骨，送去永业之地。是。谁敢动我未婚夫，我跟他拼了！
就是，谁敢动我姐夫，就是与我沈家为敌。就是，谁敢动我姐夫，就是与我沈家为敌。怎么，区沈家也想螳臂当车，与龙王集团作对？哎呀，天雄老哥，都一个村的，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啊！你是李大姐？是的，是的，都是老邻居了。俗话还说，远亲不如近邻呢。哼，当年我喜欢过你，可惜你嫁给了李秋山。只要你答应跟我睡，今天我就放你儿子一马。你这可是败坏道德的事，不行的。不行是吧？那你想给你儿子收尸吗？陈天雄，你道心崩溃，恶贯满盈。今日我非要替师傅清理门户。就凭你，别说我有祖龙令，可号令龙王集团，就算单挑，我也先你入门，是你师兄，你拿什么跟我斗？拿什么是吧？那我就让你好好看看。妈，你站开去，别误伤了。冰凌、雪娇，你们也都站开。不行，你是我老公，今天我必须跟你并肩战斗。不用，你老公可以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诛杀叛逆。赶紧让开吧。好吧，老公你要小心。姐夫你要小心。真是不自量力，看我如何灭你！对，灭了他，既生他，不生我。让他去死！那我就成全他吧。上！上！都准备好，龙王若有危机，立即出手相助。是，小姐。上！我怎么了？我好痛苦！你怎么回事？我难受，痛苦，好像被电钻骨头，万一失心的痛苦。鼠，个卑鄙之徒，竟敢用毒！听说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对付卑鄙之人，便用卑鄙之术。师傅并未修下毒之术，你如何会？我如何会吗？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别那里弯弯绕绕的，有话就说。其实我有众多的身份，包括乞丐、农民、商人、保镖、杀手，而龙王不算是最强的，还有一个最强的身份，叫医生。什么？医生？什么？医生？什么？医生？什么？当世活神仙的医生，就是那位无论是财团、杀手、战部，全球顶级巨擘都奉若神明的医圣大人吗？没错，就是我。因为再强大卓越的人都会生病，都会走向生病的尽头，而我能以救死扶伤、超凡卓绝的医术替他们治疗疾病，减轻痛苦，甚至延续生命。所以，就算是这世间最顶级强大的人，也都奉我为神明。当然，这不是因为我强，而是因为我在恩赐和给予。是的，是的，我老伴儿得了心脏衰竭之症，就是医圣大人帮忙治好的。可是，医圣大人戴着的面具不是这个呀。就是，你说你是医圣，你就是医圣吗？我听说医圣大人都是100岁高龄的老人了吧？李长安才20几，他怎么可能是医圣？对，江湖传言医圣通神，德高望重，绝不可能是你这样一个毛头小子。你就是想借医圣之名对抗龙王集团，逃脱惩罚，是吗？那我就显出医圣之身给你看看吧。医圣，真的是医圣！你们有被医圣救治过的，是不是看到的医圣就是这副面孔？对，给我老婆治病的医圣大人就是这样。对，给我老婆治病的医圣大人就是这样。真的是医圣大人，活神仙啊！拜见活神仙医圣大人。老人家，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拜见活神仙医圣大人。二大爷，你干什么？他李长安可是我陈家的敌人，你是我陈家亲戚，干嘛帮他？放肆！一个陈家后生也敢对医圣大人不敬？就是，医圣大人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做人要学会感恩啊！
天雄，不管你什么来头，可不能跟医圣大人作对呀！滚开！一身衣服，一副面具而已，就想冒充医圣，也只能骗骗这些乡下人而已。看来你是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的那种人。就算你是医圣又如何？天下传闻医圣医术通神，武道通天，但那也只是传说，究竟如何，还是眼见为实。行，那我今日便让你见见，看你能否承受我的金龙咆哮吧！雕虫小技。爸，你怎么了？你把我爸怎么样了？恶人自有天收，哦不，自有我收。他被我收了，以后痴傻一生，再不能恶。你赶紧救我爸！他如果出事，我跟你没完！你跟我没完，都算个什么东西？我说了，从你背信弃义当上恶人的开始，你的命运就已经覆水难收，再无以后。还有你，平平无奇的你，若是能守住这人间一分承诺，不当贱人，你便是高贵的龙王夫人和医圣夫人。你选择了一条狗，让自己沦为羞耻，把这父子俩还有这个女人带回龙王集团，送入永业之地，永世不得看见光明。是，带走。李长安，你害我父亲，毁我人生，我不会放过你的！作恶多端，还冥顽不灵，看来我不给你点更深刻的教训，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知道我这一双手代表着什么吗？这是左手，也叫惩恶之手，此手沾白毒，施术发功，可让人痛不欲生，生不如死。这是右手，也叫扬善之手，此手百药煎熬，灵气蕴藏，可治百疾。好人我以扬善之手救之，恶人我以惩恶之手治之。你既卑劣不改，你还是做个傻子，也许对这世界更安全。拖走吧。是。长安，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求求你了。我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没有珍惜，所以你再也没有机会了。带走。老公，这是真的吗？我没做梦吧？你真的既是龙王，又是医圣？都这样了，你还不信吗？我信，我只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我还在想，姐嫁了龙王，我就嫁医圣的呢。结果这好处被姐一个人占了。哈哈哈，那姐夫就答应你，除了睡觉之外，其他的东西，你姐有的，姐都给你一份吧。真的吗，姐夫？放心吧，以后的礼物我都买双份。太好了，我儿子竟然这么出息，还有这么好的媳妇儿，我真的是太幸福了。妈，你为我们操劳了那么多年，该享福了，这是你应得的，以后就好好的安享晚年吧。好，妈别的都不要，要你们早点给我抱个孙子。这要求简单，老婆，走吧，我们去找地方给妈抱孙子吧。